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 Vincent Channel。咁啊，今日你又同大家分享下越南自由行啊。咁啊，即係同大家咧去揾一間喺峴港啊，一間越南菜。咁啊，米芝蓮嘅。咁喺美溪海灘咧，你打架車咧都係為到港紙15蚊到啫，咁啊去到噶啦。咁啊，一陣咧就分享個名俾大家。咁啊，順便咧，而家咧即係分享下咧，而家越南峴港啊嗰個街道嘅情況俾大家睇下啦。因為有啲網友留言咧，佢都幾有興趣咧，即係睇我咁樣去即係拍嘅。因為佢又未有時間安排到，即係去嚟峴港啊。咁啊都可以睇到啦。咁啊，呢一個叫 Dragon Beach 啊，咁啊即係叫龍橋啦，我哋叫。咁啊，日與夜咧都有不同嘅景色嘅。咁啊，順便咧，咁啊，即係影埋俾大家睇下啦。咁有好多人咧，或者嚟過峴港嘅。咁啊，問題咧就係，即係5至7日咧，不同嘅人咧會去不同嘅地方。咁啊，可以透過視頻咧，咁可以睇到另類一種嘅自由行嘅方式。咁啊，一陣咧就會同大家去睇下一間米芝蓮嘅越南菜係點樣樣啊！咁啊，而家網上好方便啫，只要俾咗個名你咧，咁你自己可以咧喺網上咧就揾得到個地方啦。咁啊，透過咧你個手機咧呢個 Grab 咧，你可以咧好輕鬆咧即係打個車。咁我喺美溪呢一邊咧，咁啊打架車過去咧，為到15蚊啦港紙。咁啊，今日星期一，俾個表大家睇下啦。個市面咧就係咁咯，即係唔係好繁忙啊。咁啊，由於即係峴港咧個天氣比較熱啊。咁我留意到咧，揸電單車人咧，佢着啲衫都好厚噶，即係費事曬到黑掹掹啦。咁啊，有時間嘅網友咧，都可以撳我磅清單裏邊咧，都可以睇到喺會安啊一啲嘅旅遊資訊啦，甚至係喺越南嘅南部嘅富國島啊。咁啊，峴港嚟講咧，個消費價錢咧就平過呢個富國島啊！咁啊，峴港嚟講咧，同富國島一樣噶啦，好多韓國餐廳啊！嗱，你留意到咧，咁啊，韓國人咧都好中意嚟越南呢度。即係撇除咗咧，即係呢個賭錢啦嚇，峴港有接近10間賭場。嗱，咁有呢啲 SPA 咧，啲韓文啊，影下俾大家睇下啦。咁啊，雖然有時呢啲視頻咧，即係冇乜製作，但係咧最重要就係呢個實際。咁你可以咧，即係當自己。即係嚟咗峴港咯嚇，或者咧睇完之後冇興趣喎，咁啊省翻啲錢去下第二度啦。即係世界咁大係咪啊？咁如果你覺得咦又幾好喎又好平喎嗰啲機票又平喎，1000蚊到，咁啊可以喺越南咧上網咧簽一簽證咧30日，咁啊消費又唔係貴喎。咁啊有啲人咧，即係轉工之前咧咁啊或者嚟一嚟越南咧1個月咧，咁啊俾自己咧回一回氣啦。1個月都係使唔到，如果2個人都係使萬1、2蚊到嘅啫，因為機票平啊嘛。因為佢個住宿咧，如果有通常一包自助早餐嘅，都好豐富。
都係圍到180蚊已經都 OK 嘅啦。咁如果你住到300幾、400幾就即係自己中意啦嚇。咁啊睇我視頻嘅網友咧知我咧，即係最重要咧嗱，好似呢啲 Novotel 咁當然係貴啦，係咪啊？即係如果你係即係我貴嘅標準咧，即係如果港紙300蚊都叫貴嘅啦。如果去一個月計啊，咁如果你話去7、8日一個禮拜，唉，我喺澳門都住呢個2200蚊啦，4季酒店啊，玩2日，咁啊冇乜所謂。咁如果你去一個月啊，或者時間長少少咧，即係你個 planning 又唔同啦。嗱，而家即係同大家講咗咁耐啦，個車程都係為到15蚊港紙。嗱，不經不覺到啦。好，有人入去餐廳再分享俾大家。好，哇！我一落車咧，即刻咧依間話晒美之蓮啊，即刻同我攞行李。Hello， 姓周 ？Yes？ No。咁咧，同我擺嗰啲行李。OK，thank you。好啦，呢度2024年美之蓮餐廳食越南菜嘅。姓周 ，thank you。攞翻個牌，好，又去揾位。咁啊，影翻個名咧，即係俾我啲網友㗎，依家。哦，哇！正面，好多人都特登嚟呢度食嘅。咁樣呢一 set 咧，咁啊價錢係咁啦。咁啊試下呢個越南嘅榴蓮冰沙，一陣嚟到分享俾大家。咁啊！呢間越南餐廳咧就呢個蝦沙律嚟㗎啦，影下啲蝦俾大家睇下，配個越南蝦片。咁啊，呢個首先嚟呢個鮮蝦沙律，送你個蝦片，係美之推介。係咪？呢個海鮮粥嚟嘅。咁啊！呢個榴蓮沙冰啊，越南都要食越南春卷㗎啦。係啊，越南春卷啊！都好多人嘅真係。諗都諗唔到啊！第一次啊！醒胃啊！一陣你話整5個乜都有食。係啊！呢個燒排骨啦。咁咧後邊有啲音響，聽歌，有雞蛋、雞飯。我哋個雞飯啊！咁啊，依間麵多嚟講咧，啲嘢都幾好食。咁啊，食翻個韓國早餐。咁我揀呢個韓國湯。即係有啲雪糕啊，
有啲泡菜啊，有杯嘢飲，食牛肉。咁啊，呢間 resort 咧好多款式嘅韓國早餐，又可以食牛肉、河粉，有春卷，又有水果。咁仲有甜品啦。咁呢間餐廳咧擺滿晒心。